会当互我去一摆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怎么敬拜。其实我顶回来的是，咱遮拄仔咧经历，我去伫楼顶听讲者吼，一个真好的经验。咱知照教会这期，咱已经进入大灾这期，大灾这期就是咱爱用敬者用祈祷来反悔，咱反省咱家己来礼拜，上来要甲耶稣行这个事情的道路。其实今仔日经课的信息吼，应该是来照教会经课的信息，应该是耶稣受试探。不过今仔日经课的信息，我写伫教会功课顶面，所以我今仔日讲这大家较功课就好啦。我今仔日要讲的吼是顶礼拜的经课，是主耶稣伫山顶变毛的故事。伊来透过这个故事，咱相反来思考做一个基督徒的意义。咱手头有圣经来，咱掀起来看。伫圣经内底安尼记载讲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到伫山顶。咱知这三个门徒，耶稣总共有12个门徒，所以这三个门徒特别重要。是耶稣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拢带这三个门徒做伙。我教会伊甲咱讲，耶稣带这三个门徒要上山去祈祷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咱若看路加福音，你若看见耶稣要祈祷，你就知影讲有一个重要的代志要发生。即个主者甲咱讲，耶稣祈祷的是伊的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甲白闪闪。咱今仔读包即个日本讲光娜娜。耶稣面貌改变，伊的衫变做白闪闪，变做光娜娜。其实即款的情形，即款的影像，就亲像咱若看出来入去。摩西伫西奈山顶面，倒来的是伊的面发光，即款的情形是真像。咱毋知影耶稣的面貌改变做啥物款的情形，不过迄个穿白衫的即款的形象，就成做一个传统上，人认为讲耶稣基督也是人子，迄款的形象，传统的形象。早我有一个学生，伊捌甲我讲吼，伊有一摆祈祷的时，教会内底祈祷的时，目睭踢开，看见耶稣啦。我这人较搞怪，我是读宗教研究，甲咱个王博士我先共款，我读宗教研究较搞怪，我就甲伊问讲，你若知影看迄个影是耶稣安尼，就甲我讲，面吼发光，我毋知伊的面生做啥，但是伊穿白衫，我知伊是耶稣安尼。所以真有可能，这是一个教会传统的形象，咱看见人子，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穿白衫的形象。相时，伫耶稣的身躯边，有摩西甲以利亚的出现，甲耶稣伫遐讲话。是安那是摩西，是安那是以利亚。咱知影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一个真重要、信仰上一个真重要的人物。伊对西奈山顶面对上帝遐领受10条诫，然后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甚至照教会传统的讲法，摩西五经是摩西写，所以伫即个传统的内底，摩西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传统的一部分叫做律法。安尼是安是以利亚，以利亚伫规个以色列人信仰的传统内底，以利亚是所有的先知内底上重要、上大的先知。但是安尼，摩西甲以利亚相时出现，就代表讲。这是犹太人信仰的两个上重要，的象征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先知。安尼耶稣甲伊两个人做伙出现，就代表耶稣嘛是传承这个信仰的传统。耶稣的使命就是这个信仰的传统的内底，安尼去传承。那是安尼，耶稣的使命是啥物？照着圣经，咱今仔所读的圣经，继续看你就知。摩西甲以利亚的出现，甲耶稣伫遐讲话。讲啥物内容？讲耶稣下来要去耶路撒冷死的代志，就是耶稣的受难，耶稣要钉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死，咱今仔读别个圣经，别个礼拜的圣经，伊翻做过世、过身，伊是即个字，甲出埃及迄个字是同款。意思就是讲，耶稣要透过伊的死。要真像摩西伫旧约的时代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迄款上帝拯救的事件，总是上帝的拯救，伫耶稣的身上要用伊的死来实现。
总是即个一恶弊的事件。哦，咱教育去耶稣带3个学生，甲伊上山，叫即3个学生竟会拄久。刚开始3个学生精神的时，彼得圣经咧甲咱讲，彼得看见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，伫迄个阳光的中间显现。圣经无甲咱讲是安怎，彼得就看见耶稣身躯边迄2个人，伊就知影迄是摩西甲以利亚。即有可能是像我讲的，伫教会里面历史的传统的内底，摩西甲以利亚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形象，所以彼得一看伊就认识。咱嘛毋知影彼得敢有听见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伫遐讲话的内容。不过圣经才甲安尼甲咱讲，当即2个人要离开的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，先生啊，咱伫遮真好，咱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圣经的作者佮加一句讲，伊嘛毋太家己咧讲啥。而且圣经翻译做寮啊，吼，这其实是咱真本土化的翻译啦。你若看中文的圣经吼，伊则就翻做帐篷、帐篷，就是天堂。其实即个字吼，毋是甲咱看一个帐篷还是寮仔遮简单尔。即个字吼，伫旧约的内底，伊所代表的，就是摩西对西奈山顶面接受迄个10条诫了后落来，即以色列人照着上帝的命令去会所、去圣所、去会幕，即圣所会幕拢照着上帝的指示，几尺宽、几尺长，安尼咧去。咱今仔所看的即个寮啊，还是讲即个天道的即个帐篷即个字，就是圣所的意思。所以圣经的作者虽讲彼得毋知家己咧讲啥，我想讲我安尼想啦，我认为伊知影伊家己讲啥。伊感觉讲哇，遮尔阳光的所在，佫有3个信仰的伟人伫遮出现，安尼我去3间庙互你，一间互耶稣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咱拢伫即个山顶咧敬拜就好啊，我尔啊，我相信彼得的心内肯定有即款的想法。我常常伫观察咱教会的现象，我常常感觉讲，咱的教会吼，毋是讲咱教会尔，是所有的基督徒，常常发展出一套的语言。表面上透过即套的语言，要甲即个咱讲世间人，讲即社会外口的。教会外口的遮个社会有一个差别，比如讲，咱伫教会内底拢先互彼此叫做兄弟姊妹。当外面的人讲伊的神咧甲伊保庇的时候，咱伫教会内底讲上帝甲咱保守，无共款。当外口的人讲啊，你有啥物专长，你有啥物较高的所在吼，啊，伫教会内底咱就爱讲吼。你有啥物恩膏啊、恩膏？哦，这你喺外口讲啦，咱就来讲，像我讲起膏啊，是讲啥？我在讲啦，咱人讲恩膏、恩膏。外口咱拢讲啊，你伫倒咧服务，你伫倒咧做啥物义工吼？啊，伫教会咧就讲，咱是彼此咱拢是同工吼，啊，你咧做服侍吼，拢无共款哦。透过即套的语言，表面上咱甲社会有一个差，咱甲社会有一个分别吼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即款的语言用久啊，会变成教会内甲教会外的一个隔离啊，一个隔阂，一个代沟。较早我伫总会吼隔壁在做服侍的时，我常常有机会在引遮个青年到伫其他的教派也好，还是普世的教会来做即个青年的教育的工作。伫即个中间，我常常问遮个来的先来甲伊问讲，若有人吼爱你介绍讲你的教会，我所谓你的教会，意思是讲咱的长老教会啦，毋是讲你家己的教会。咱长老教会的是，你的教会的是，你要怎样介绍？我用即个问题来问你，若有人吼其他的教派也好吼，人基督徒来甲伊问讲，请问你的教会，你敢甲我介绍你的教会，你要安怎介绍？表面上，即个问题听起来真简单啊，总是吼，定定遮青年，互我问甲伊拢毋知影要安怎应。有个人甲我讲，我的教会互人真济，可能伊对一个真大间教会来。有个青年甲我讲，我的教会真有疼，真温暖吼，亲像一个大家庭。有个青年甲我讲，
阮咧教会逐礼拜拢有咧做礼拜，佮有传给主会。我听见安尼甲我讲吼，连到我家己毋知要哪演，讲我大家教会是拢安尼，大家教会是拢共款。但是安尼对即个青年伊的回答，发现啥物款的问题？第一，当然是因对即个青年对咱的教会真无熟。真侪青年是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，你问伊讲，请问长老教会甲其他的教会有啥无共款？伊可能嘛无一定认出来。这是咱的教会一个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问题，咱一个解决。另外一个问题是啥物？另外一个问题是。真侪的即个青年，我想咱的兄弟姊妹嘛共款。咱定伫教会内底生偌久啊，咱真怎讲？真介意，还是讲真享受伫教会内底即个生活？有当时啊，咱就失去了甲教会外口的人沟通的迄款的能力，总是这是一个真矛盾的所在。其实咱平常时毋是拢活伫社会内底嘛？咱的社区、咱的公司、咱的学校、咱的厝边，咱身躯边的人大部分拢毋是基督徒。主是安怎？咱有当时啊，咱无法度用外口的人、教会外的人听有的话来因解说，毋通介绍咱的教会。上重要的是来因解说福音到底是啥。即款的观察的中间，我就观察讲。其实，迄是因为教会内底的经验吼，伤过好啦。有真侪人是爱伫教会内底，迄款的宗教经验定互人感觉真满足。亲像遐青年讲的，教会内底真有听啊，咱咧教会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兄弟姊妹和睦，就今仔日个宣调的，咱师父甲咱讲的，兄弟姊妹和睦，何等的水，何等的快乐。为了教会毋但是敢若礼拜聚会尔，伊佫会安排真侪个事工，或者较侪心参与教会事工的遮个兄弟姊妹，一工到暗到教会。甚至有兄弟姊妹，伊本身就真爱去伫教会。教会若有啥物款的聚会，啥物款的事工，伊拢走第一，伊拢参与来先。因为教会内底，毋但是礼拜的中间，尤其是我较强调，譬如讲敬拜赞美啊，是灵魂迄款的教会。伫礼拜的中间，祈祷的中间，会当享受着迄款的欣赏，享受着迄款的宗教的体验，感觉真满足、真快乐。有仔人伫服侍的中间，伊可能伫伊的公司、伫伊的厝、伫伊的学校内底，可能无法度得到真侪的成就感。所以教会服侍的中间，会当得到伊的成就感，去互人娱乐，感觉我是一个真如意的人。我自细汉实在是伫教会大汉的囡仔，注意到伫青少年团体，到伫后来我国小6年就开始唱宣告队啦，到伫后来去读新学院，到后来做牧师。讲实在吼，我若毋是这是上帝恩典吼，我若毋是有一个特别的机会，互我有机会行出到伫教会外口，去看见教会真侪开，毋是基督徒的遮个社会的人伫遐接触。有时像亲像我即款的人吼，自细汉伫教会大汉，到后来做牧师。讲实在，我的生活圈吼，人讲舒适圈的愈来愈细，愈来愈细。到后来，伊就毋知要去甲上传福音嘛，因为身躯边拢基督徒，毋知甲上传福音。对真侪基督徒来讲，教会就亲像哪个大船共款，伫教会内底是上帝的拯救，伫教会外口是社会世界。嘛，亲像甲耶稣基督做伙上山的彼得共款，当看见耶稣、甲摩西、甲以利亚上是出现迄款的阳光，伊就无愿意搁落山啊，伊去山顶起3间庙啊，起3间庙，互耶稣、互摩西、互以利亚，伊来了互伊伫遮一直享受迄款的阳光，享受迄款的宗教经验，带互伊的满足甲快乐。我相信这是真侪人。甚至是即摆基督徒都有诶迄款的经验。总是咱倒来今仔日个圣经刷落来，圣经的主写甲咱讲，用一片云来引导。这片云搭着啥？到底是甲咱搭着摩西、耶稣、摩西甲以利亚，还是看遮个温度？咱毋知影。
总是即款圣经内是记载讲有一片云来，遐个人搭咧，即款的景象，伫圣经内底记载，这就是上帝临在的景象。圣经甲咱讲，因为即款的景象，即三个运动转来起行嘅。而且我讲迄一个真趣味的一个心理的状态。我这边就是真欢喜要去三个庙啊，去三个庙来敬拜即三个信仰的伟人。总是当即片云来的时，因看袂到，就温故看袂到头前，伊开始起行。有时人嘛是安尼啊，有时人伫即个新神的经验的中间。伊若有法度去通啊控制，譬如讲，对伫比如来讲，看有三个伟大的人伫遐，伊想要起三间庙，用起三个庙啊，去甲伊控制，甲伊斗伫遐。伊甲控制的时，伊就感觉讲真欢喜，真安稳。总是当着伊无法度控制款的神秘的现象的时，人就开始做。然后。即个文的中间有写出来安尼讲，即个是我的囝，我所竞选的，你毋着听他伊。即句话听起来真像哦。甲其实耶稣互行洗礼约翰咧洗礼的时，嘛是有类似的话。耶稣互行洗礼约翰咧洗礼的时，天顶安尼迄个写咧讲，这是我所，这是我所听的囝。我是，我著是其他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伊佫特别强调讲，这是我所拣选的，你毋着听听伊；这是我所拣选的，你毋着听听伊。对即句话中间，咱著知影耶稣伫山顶变貌，即个真正的意义。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，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当耶稣竞选，当上帝竞选耶稣，是为着要完成伊的使命，就是用伊的死，用伫十字架顶的死，来完成拯救世界人的事。这是耶稣的使命。我来拄仔讲，有真侪遮的基督徒，拢真享受、真满足的即个神圣，是即个真特别的宗教的经验的内底。一方面虽讲行赢叫过，一方面佫真意来，佫真入迷伫即个宗教的经验里面。所以咱看见一个基督徒，尤其是较倾向灵魂的基督徒，因会投入伫迄款的吟诗学乐、祈祷，甚至去追求真侪神业技术讲方言啊，还是真侪遮ED 啊，像真侪遮新加技术的中间，其实对于即款的心态，伫培育身体的伫培育的身体，就已经提出真重要的点。伫以赛亚书，咱若有圣经内底起来看，以赛亚书第1章12节，上帝安尼讲，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来讲，你来交替我，是水来恁讨食的，是水来恁讨食的，来吞下我的面。上帝安尼讲，恁无你献这空空的祭物香料，因为这香料是伊所压过。恁举起手，我要安放毋看恁，恁坐坐祈祷，我嘛无要听。是上帝无伊爱人来敬拜吗？是上帝无爱人敬拜伊，上帝无爱人献祭。其实毋是，透过先知的话讲了真白，因为煞人句话就讲，因为恁的手满是来，恁的手满是来。毋是上帝无愿意接受人的敬拜，毋是上帝毋愿意接受人的献祭，是因为对上帝来讲较重要的。是，甲伊敬拜的人，阮伊献祭的人，敢有真正伫社会中敢有好的见证，敢有看见即个社会受欺压的人，伫这社会中间，敢有真正的公义是的。若无，搁较侪敬拜，搁较侪的献祭，搁较侪的祈祷，
较侪学了上帝头的传统。其实耶稣嘛讲过上款的话，伫马太福音的第17章，耶稣讲：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当入天国，只有实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。而且咱看见耶稣搁一摆咧强调讲，真正的敬拜，真正的敬拜，毋是教会中较伫遐大声祈祷喊讲主啊主啊，遐人就会当入去。对耶稣来讲，上重要的是，咱敢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，这才是耶稣上看重。啊，无就是耶稣迄个时代，法利赛人共款，大声伫街仔路大声咧祈祷喊讲主啊主啊，对耶稣来讲，一切都是假。但是安尼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灵是啥物？就是咱拢真实的明仔，上帝依赖咱的，就是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虚，甲伊上帝三个，安尼啦。耶稣伫山顶变貌，而遐显出伊的阳光，毋是为着要互人敬拜，总是比着，咱知影比着在其他温度，世间人对伊的熟悉无够赢。即摆基督徒嘛是共款，真侪基督徒想讲伊真拍拼敬正祈祷，就会当摇动上帝的手，真像一条指示歌安尼写，也是讲真拍拼伫遐祈祷敬正，亲像要甲上帝、要甲耶稣抱，要甲伊高正，来讲看怎互伊完成咱的愿望共款。就是耶稣，用上帝耶稣看的毋是这。是伊敢有伫生活的中间，伫这社会中间，真正有一个公义的见证。这是上帝，这是耶稣做的。都是真可惜啦吼！即世界人也好，当时耶稣基督的温度也好，对耶稣的人物，讲无遐尼清楚。是安怎我咧讲？其实咱若对今仔日的经济去看了，你着看见。敢会记即耶稣带三个学生上山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雅各甲约翰刷落来，就开始为着耶稣有一天会做王，两个要争高低。安尼彼得，咱来看咱的圣经，今仔一段记载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、三福音书拢有记载，顺序拢差不多。伫即段故事的头前。就是彼得是耶稣最基督的基础。所以耶稣问伊的学生讲：人讲我是啥？有人讲伊是加西利约翰，有人讲伊是伊利亚，有人讲伊是真理的神。只有彼得讲你是基督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哇，彼得有上圣神的启示，有上帝的启示，互伊讲出所有的标准答案。对啊，耶稣就是基督啊。当时咱来看。圣经咱就知影，当彼得讲即句话了后，耶稣甲彼得讲啥？讲你毋通共讲，你毋通共讲。包括今仔日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当耶稣伫山顶变貌阳光了后，耶稣嘛甲这个门徒讲：你毋通甲人讲，你毋通甲。是安怎毋通甲人讲？我认为这是因为耶稣真清楚，彼得也是其他的门徒对于耶稣的人物拢是错误。所以讲耶稣，所以讲彼得已经真清楚指出讲，你就是基督，总是彼得心内想的迄个基督，甲耶稣伊家己认为的基督是无相反。咱知影耶稣做一个比赛啊，做一个拯救者，是要用伊的死来成做拯救世间人的事。当时咱也知影，其实伫圣经的中间，也是讲伫教会历史的中间。伫旧约记载的中间吼，伫历史上有真侪的比赛啊，做是这个比赛啊，拢是用革命、用军事的方式，要来想办法杀到迄个即个以色列人实民统治的即个其他的民族。伊个心内想的嘛是这，当耶稣有即个做王，耶稣会。发动革命来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所以这是耶稣心内所想的。但我们即摆
话来讲啊，这叫做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啊，一个基督各自表述。但是现在社会拢无共款，所以耶稣为着卖互这个温度吼，有错误的这个认知，大家温度讲，伊跟我之前你毋通讲，你今来说，咱知影当彼得认出耶稣就是讲耶稣就是基督的时，其实耶稣有补充一句，耶稣讲，若有人爱对我，你毋着看无家己，而即野起，而即野伊的时节来对我，这是咱今仔日的经文。有人爱对我，就看无家己，而即野伊的时节来对我。但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头前几点仔尔，13节的所在，这才是耶稣基督的使命，这才是耶稣所期待做一个基督徒、做一个门徒真正的意义。咱人的事业是啥物？像耶稣的事业是伊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，但是安尼，咱人的使命，咱的事业就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相款的使命。而且耶稣特别强调讲，咱着一日举起咱的事业来分配。若是安尼，就是今仔日个经文，咱就知，真正的敬拜，耶稣所期待真正的敬拜，绝对毋是讲咱伫教会内底只做礼拜，读圣经、听讲道、祈祷、吟诗、娱乐、奉献、守圣餐，毋是这个代志无重要，是对耶稣来讲较重要的是，咱敢有伫教会外口，咱所行，咱所照着上帝旨意行的遐好的日子。对于我来讲，真实的敬拜，毋是咱今仔日做礼拜尔。真正的敬拜，是咱今仔日礼拜煞行出教会门，坐电梯也好，行楼梯也好，就是像我今仔讲的，上山落山，咱的教会真好，咱的教会是12楼，咱会当体验迄款的上山甲落山的感觉。真正的敬拜，是咱今仔日礼拜煞了后，行出教会门。落山，到伫社会中间，照着上帝的旨意行。对耶稣来讲，这才是真实的敬拜。完信心帮助咱，互咱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使命，搁咱会当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完成，上帝伫咱身躯顶的使命，来成做真正的敬拜、真实的献祭、真实的奉献，来互将咱的性命搁一摆。奉献互上帝，奉献互耶稣基督来三份的期待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伫世间千万人的中间，你已经在圣经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互阮有生命的目标，搁互阮有永远我的愿望。主，你也互阮有无相款的使命，亲像阮身躯顶所举的事业，恳求你圣神帮助阮，互阮确实有智慧、有勇气。来行你所交代阮这条事业的道路。接下来是大灾这期的时，恳求你，互阮有反省的心，互阮伫即段甲你同行事业道路的时，搁一摆反省阮的信仰，反省阮的性命，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的中间来诚做好的见证，也互阮伫阮身躯边的人，因为透过阮好的见证，甲阮共款享受着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。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！这一摆，咱大家来请安，真欢喜，我咱代表我的母校台南市航医，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大家报告航医的时间，我这航医有做一个影皮肤课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无放一个影片。咱伫咱的周末的中间有举一首这是学校院长王院长，王中华老师。然后大家请安会，主要是要介绍阮的母校的第一任的台湾人的院长王中华老师，跟阮刷落来，学校的。